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網絡豆沙包，我係依晴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凌晨時分突然醒咗，望住窗外靜悄悄嘅街道，心入面會湧起一種莫名嘅虛無感。我哋每日咁搏命，由朝忙到晚，究竟係為咗生存，定係為咗生活呢？最近喺 Threads 上面睇到一段好令我感觸嘅對話，喺呢度想同大家分享下。有個網民講返佢以前喺大中資公司收貨部做嘢嘅經歷，嗰度有一個送貨司機叫文仔，佢係一個勤力到極致，甚至有啲唔攞條命當係命嘅打工仔。文仔每日9點幾就 WhatsApp 報到，跑長沙灣、天水圍、葵芳呢啲大倉。文仔最令人印象深刻嘅地方，佢喺嗰間公司做咗好多年，大假佢唔夠膽攞。每一年嘅大假佢全部都係攞嚟換錢，但係命運同佢開咗一個好殘酷嘅玩笑。有一日文仔冇出現，後來大家先知文仔喺屋企瞓瞓下死咗。佢辛苦儲埋咁多錢，最後1毫子都帶唔到落棺材，甚至因為佢無親無故，連幫佢處理後事收錢嘅人都冇。聽完呢個故事，我第一時間諗到佛教入面講嘅命在呼吸間。我哋以為聽日一定會嚟，但其實生命可以脆弱到連下一口氣都接唔到。點解文仔或者我哋身邊好多打工仔會咁執着於換錢而唔肯休息？喺心理學上，呢種行為背後隱藏住幾種心理機制。第一，延遲滿足嘅陷阱。英文叫 over-delay gratification。心理學教我哋要學識延遲滿足，先苦後甜。但如果一個人過度將所有滿足感都推遲到未來，佢就會跌入只為聽日活，唔為今日過嘅循環。佢哋幻想到未來有一日可以徹底享受，但往往忽視咗身體同精神已經喺當下崩潰。第二，生存焦慮。英文叫 survival anxiety。對於好多打工仔嚟講，唔敢放假，拼命儲錢，其實係源於內心深處對貧窮或不穩定嘅恐懼。呢種焦慮令我哋將金錢視為唯一嘅安全感來源，忽略咗生命本身先係承載所有價值嘅容器。第三，沉沒成本謬誤。英文叫 sunk cost fallacy。好似網民提到嗰啲打份人工得9000蚊嘅工，都要喺公司搞小動作、玩杯葛、切人陷害嘅人，佢哋投入咗太多精力喺呢啲無謂嘅內耗，覺得贏咗嗰啖氣好重要，其實係跌入咗執着嘅泥潭。唔明白呢啲爭翻嚟嘅嘢，一旦人生登出就完全冇意義。唔單止係基層打工仔，連受人敬重嘅專業人士都逃唔過呢份無常。有網民分享咗沙田官立中學一位校長嘅故事。呢位校長係一個極之優秀嘅教育工作者，同行一致認同佢嘅付出。佢辛辛苦苦做咗幾十年，諗住退休就可以享福，點知未等到退休就確診絕症，由發現到走都係幾個月嘅事。佢努力換嚟嘅退休金，甚至都未必留到俾家人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病魔同無常係唔會睇你嘅職位高低。好多人以為65歲退休係終點線，係享福嘅開始。但正如網民一針見血咁講，好多人活唔活到65歲都係問題，而且好多人生體驗真係越早做越好。呢種等退休先享福嘅諗法，其實就係一種執着。我哋總係將快樂推遲到未來，卻忘記咗未來其實係冇保證嘅。面對呢啲無奈，我哋需要引入修行嘅智慧。網民提出嘅遊戲登出論非常有深度。人生就好似玩 online game 咁，你每日努力爭取嘅名利地位，其實只係喺你登入遊戲期間存在嘅虛擬數據。一旦你被強制登出，呢啲數據會一瞬間歸零，對你本人再冇意義。佛教講求中道，上進同勉強係兩回事。
上進係利用長處令自己更好，勉強係行錯路揀錯方向，仲要夾硬行落去，做埋啲令自己唔開心嘅嘢。我哋要學習喺做嘢嘅時候保持覺知。當你明白登出隨時會發生，你就唔會再願意花時間喺無謂嘅內耗上面。正如網民所講，人生最緊要都係開心且無愧於天地。既然人生無常，咁我哋更加要學識活在當下。呢句說話唔係叫你及時行樂，唔負責任，而係叫你要珍惜平凡，主動尋找平衡。我想建議大家由今日開始實踐以下正能量觀念：一、珍惜每一口呼吸，感恩平凡。有位網民講得好好，人生最高境界係瞓到自然醒，其次係瞓到自然唔醒。我哋應該感恩每一朝醒嚟依然有呼吸，依然可以感受到陽光，聽到家人嘅聲音。呢啲平凡其實就係莫大嘅福氣。二、主動尋找平衡，照顧自己。錢當然重要，但健康絕對唔可以唔理。唔好等聽日先對自己好。生活真係要揾平衡，想見嘅人，想食嘅嘢，就要喺當下去做。三、喺無常中互相關懷。雖然人生有無常嘅苦，但網民之間嘅分享同安慰，令我哋感覺喺無常中都唔會孤單。將正能量散發俾身邊嘅人，本身就係一種最有力量嘅修行。好多人覺得講無常好悲觀，其實相反，佛教修行入面嘅觀無常係為咗醫治我哋嘅執着，接受變係唯一嘅不變。文仔嘅故事反映咗我哋對錢同未來嘅執着。我哋總係覺得儲多個錢就安全，但佛教話俾我哋聽，成住壞空係自然規律，錢會變，身體會變，連你每日 WhatsApp 報道嘅嗰份工都會變。文仔走咗，公司轉頭就請咗散工頂位，反映出世俗價值嘅無情。破除我執，網民提出嘅遊戲登出論非常有智慧。佢話人生好似 online game 咁，你爭取嘅名利地位，一旦你登出就消失。呢個概念同佛教嘅無我好接近。我哋執着於我嘅錢、我嘅成就，但其實嗰啲嘢都係因緣和合，暫時借俾你用，唔好勉強。佛教講求中道，唔好過度放縱，亦唔好過度壓迫自己。好似文仔咁，每一年嘅大假都唔放，一定要換錢。呢份對錢嘅渴求就變成咗一種令佢窒息嘅債。原 post 提到，見過好多女人打份9000蚊嘅工，都要日日喺度搞小動作、玩杯葛，好似爭家產咁。由修行嘅角度睇，呢啲人係處於阿修羅界，心中充滿憤怒同妒忌，每日忙於戰鬥，但就唔知戰鬥嘅目標係虛無嘅。就算爭到幾多嘢，到你死嗰一刻，啲錢都係帶唔到落棺材。我哋修行就係要學習喺呢啲混亂入面出嚟，唔係叫你聽日就辭職去出家，而係學習喺做嘢嘅時候保持一份覺知。呢份工只係一個工具，唔係我嘅全部。當你明白登出隨時會發生，你就唔會再願意花時間喺無謂嘅人際鬥爭上面。今次學多咗句金句，人生最想係瞓到自然醒，跟住係瞓到自然唔醒。其實呢種安詳離開嘅福氣喺佛教入面都係要收翻嚟嘅。好多人驚猝死，覺得冇留遺言好慘，但其實比起長期受病痛折磨，猝死可能係一種對當事人嚟講較少痛苦嘅解脫。喺修行人眼中，死亡唔係終點，而係另一個起點。最緊要嘅係你喺登入期間有冇對得住自己呢？
喺呢度提醒大家，生活要揾平衡，錢重要，健康亦唔可以唔理，修行亦都係一樣。你要照顧好呢個身體，同時修持你嘅心靈。講咗咁多，網絡豆沙包主要想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：你而家所擁有嘅每一刻，其實都係最珍貴嘅禮物。文仔、校長嘅故事係警鐘，亦係啟發。佢哋提醒我哋唔好迷失喺世俗嘅追逐入面，修行唔一定要坐禪。你每日對身邊人微笑，認真對待工作，但唔執着結果，珍惜同家人相處嘅每一餐飯，都係修行。人生雖然有無常嘅苦，但只要我哋學識放下執着，活在當下，我哋依然可以喺呢場人生遊戲入面玩得開心。永遠都要對自己好啲，因為你先係你人生入面最重要嘅主角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能夠瞓到自然醒，聽日起身嘅時候充滿正能量咁迎接新嘅一日。如果你鍾意呢集嘅分享，記得訂閱、撳鐘仔。多謝晒大家收聽，我係網絡豆沙包，下集見，拜拜。